犹原一脚背伤，又搁转来故乡。彼当时爱轰动，少年袂晓想，离开了心爱的故为怎样这呢袂这样？恋情梦一场，事业袂亲像，不知心爱的敢会原谅阮？犹原一脚背伤，又搁转来故乡。彼当时爱轰动，少年袂晓想，离开了心爱的故为怎样这呢袂这样？恋情梦一场，事业袂亲像，不知心爱的敢会原谅阮？这呢袂这样？恋情梦一场，事业袂亲像，不知心爱的敢会原谅？